20萬、50萬、100萬，大灣區新樓差幾遠？答案可能同你想象完全唔同。先講最平，20萬至50萬，例如惠州十里銀灘、惠東、博羅，的確有新樓可以買到，但要注意地段比較偏，交通未成熟，流動性較低，配套唔理想。如果你預算50萬至100萬，可以考慮中山部分區、惠陽、江門、肇慶呢個價位開始，有正常住宅社區，配套開始齊，生活會方便好多。如果預算100萬以上，可以睇珠海、斗門、金灣、中山核心區，配套成熟，更容易出租同轉手。所以你嘅預算其實決定咗你住緊邊個社區環境。最重要唔係最平，而係適唔適合你。想了解更多中山同珠海最新樓盤資訊，可以上 housemeta.com。未居達大灣區置業專家或 WhatsApp 我哋作免費諮詢。